还有今天的鸭子林，今天我要来玩水，我等水满天了才玩。现在有这个池在这里。如果小朋友 hot 的嘞，可以玩水的吗？可以，它就是哦，hot 的是热的咯。英文的。英文的啊，哦。你要跟谁玩的嘞，子明？我要跟你们玩，你们可以玩。哦，如果小朋友热就可以跟你玩的啦。哦，这个是干净水的。这个是干净水的哦。这个水谁放给你的嘞？爸爸。你的爸爸放给你啊。是咯，如果小朋友水热啊，你可以叫你的爸爸啊，叫你的妈咪放水给你们玩。会水在这里爸爸。水还没有满呢，子明哦。我要等它满。子明，你会游泳没有的嘞？你会游泳啊？你可以深多一点我都可以了。深多一点你就可以啊。我有老师看了吗？你老师怎么样教你的嘞？你可以就给小朋友看吗？怎么样？哦，这个是什么 ？Step 1 Step 2 Step 3 Step 4，这样子的吗？是吗？哦，你可以睡啊！我可以 relax。你可以 relax 哦，relax 哦。老师那时子明有去游泳的，老师有叫他 relax， 然后他可以睡在水的哦。啊，不过是睡很久的时候去游泳的老师在呀，我都可以。不过去的时候然后 relax 的时候我不可以。你不可以啊？啊。怎么你不可以的嘞？因为你怕是吗？现在我可以。现在你可以了哦。好玩的。好玩呐！小六手来玩啊。这个阿明的小狗狗哦。现在你有什么？我有这个balloon。有 balloon 呐？妈咪拿给我。妈咪在哪？这 balloon 它转圈圈。这 balloon 可以做什么的嘞？不知道哎。你不知道啊？这个 balloon 如果跌会不会破啊？会。你就看会不会破？不要做，等下破都没有啊。就看的咯。不要。现在你的水都要一半了哦。交给小朋友看丢那个 balloon 在水会不会破的嘞？就看 testing， 不要。就看的咯。来丢，它不会破的啦，它不会破的。你看就没有破。丢看，丢到大力。不要。丢。讲啊。啊。这家破都没有啊。子明玩水爽吗？很爽啊。啊，你来做宝宝看，做宝宝给小朋友看。OK， 小朋友敢还是不敢？小朋友应该敢的咯，如果他们有玩过水。如果没有玩过水又不敢，好像你那时你没有玩过水，老师叫你做宝宝你就不敢做。那这样怎么做？再做。
睡觉看，你嘞？你会做吗？会。哎，怎么这样会上的？我要上来玩水吗？你可以搬冰吗？这搬冰给小朋友看，看阿子明可以做几次搬冰在水啊？我可以做20。啊，2次，我给你做2次。怎么这样？要屁股一起上的吗？骗人的哦，这个假搬冰的。OK 好了咯，假搬冰好了咯。是布布，好像你衣服了咯。蓝色不是金色啊？小朋友，现在子明又玩很久了啊。哦，好了。给小朋友看你的手。我的手呢？哎呦，变老人了了。先来跟小朋友讲拜拜先。拜拜。拜拜，小朋友。再见，拜拜。